万民啊，领着好路，着好路主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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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处高声唱新歌，赞美他到永远，赞美他到永远。哦哦哦哦，相处高声唱新歌，赞美他到永远，
声唱献歌，赞美他到永远，赞美他到永远。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我全心全灵赞颂他的生命。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永远感谢上主的丰盈恩典。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我全心全灵赞颂他的生命。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永远感谢上主的丰盈恩典。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我全心全灵赞颂他的生命。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永远感谢上主的丰盈恩典。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我全心全灵赞颂他的生命。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永远感谢上主的丰盈恩典。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我全心全灵赞颂他的生命。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永远感谢上主的丰盈恩典。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我全心全灵赞颂他的生命。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永远感谢上主的丰盈恩典。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我全心全灵赞颂他的生命。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永远感谢上主的丰盈恩典。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我全心全灵赞颂他的生命。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永远感谢上主的丰盈恩典。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我全心全灵赞颂他的生命。我的灵魂歌颂天父，永远感谢天父的丰盈恩典。兄弟姊妹，若有人讲伊有信，毋过无用行为来证明有啥路用，迄款的信将袂救伊。恁中间若有兄弟也是姊妹无啥通穿，衫长无通食，恁干那对因讲，祝恁平安，就穿好烧，食好饱，毋过无供给因肉体所需要的物，有啥路用？所以只有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德，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难道这信德能救他吗？假设有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且缺少日用粮，即使你们中有人给他说：“你们平安去吧，穿得暖暖的，吃得饱饱的。”却不给他们身体所必须的，有什么益处呢？
信德也是这样，若没有行为，自身便是死的。What good is it,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someone claims to have faith but has no deeds? Can such faith save them? Suppose a brother or a sister is without clothes and daily food.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In the same way, faith by itself, if it is not accompanied by action, is dead. 在海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倦。在海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倦。哦。海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倦。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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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
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阮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请为基督徒合一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在这疫情渐渐升温的时期，求主来出手止住疫情的蔓延。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求主保守在这段期间身体不适的兄姐们，身体一切平安，心灵也获得平安。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求主将那渴慕亲近主、同心祷告的心，放在我们众会友当中。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求主保守在目前仍有许多战乱的国家里面的人民，保守他们的心，也保守他们的身体。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为还有内战的阿富汗、缅甸来代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面对共军天天扰台，求主保守台海能够平安。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教会即将在10月份召开会员和会长职改选，求主保守一切能够顺利，选出主所要选召的长职同工。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为着教会有许多身体欠安
或罹患癌症的肢体、正在化疗的肢体来代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为了丧失亲人的家庭，求主加倍的灵来安慰他们。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为世界上的所有医护人员在前线为人民的健康奋斗代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为世界各地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来代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在上帝的爱中，开开心心的过日子祷告。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为各级学校的老师，面临疫情的冲击，的带领来代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求主保守我们新的一批疫苗，年轻人要接种疫苗的平安顺利来代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青少年的生活、梦想、健康、工作、学习、信仰等等祷告。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求主赐给我们松年妇女团契的同工有智慧，在预备恢复聚会的这件事情上，能够顺利平安的来处理。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求主施恩开路，为了我们改建所积欠的贷款的经费，求主亲自来供应。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特别为在疫情期间遇到这个经济压力困难的肢体来代祷。
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求主保守我们9月26号有洗礼的这样圣礼点，让愿意接受洗礼的人能够及时来报名。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为每个人心中没有说出的意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困求你，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困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困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我们的天父，你在天上，愿你的名受显扬，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奉行人间，如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所需要的日用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宽恕别人，勿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求我们免于凶恶。天下万国
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预备一条拯救的恩典之路，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罪得赦免。让我们单单因着信靠耶稣，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大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唯有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也愿意献上我们自己为你所用。主啊，因为你教导我们，我们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不单单自己领受你的供应，领受你的拯救的恩惠，领受你的慈爱。主啊，我们也愿意以实际的行动去关怀我们周围许多肢体的需要。主啊，我们也愿意来关怀我们所处这地我们的同胞，他们面临的苦境，所有的需要。主啊，我们也愿意来关注在整个地球村在各地那些在苦难当中或者是在战乱当中这些人的需要。主啊，愿你亲自用你的恩典来成全。主啊，感谢你在这1-2年疫情期间，由于台湾愿意将我们有的一些防疫的物资赠送给其他有需要的国家，在我们欠缺的时候，他们主动的来回赠疫苗，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主啊，愿你继续的来扩展我们的境界，让我们能够跟我们在地球上许许多多的国家能够有这样互相的帮助，善的循环。主啊，来帮助这世界能够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和平在这当中。主啊，谢谢你愿意使用我们，愿意与我们同在，也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时刻谦卑在你面前，有圣灵的活水内住在我们生命里头，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信任上主是多么美好，期望上主是何等美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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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上主是多么美好，期望上主
主是何等美妙，信任上主是多么美好，期望上主是何等美妙，信任上主是多么美好，期望上主是何等美妙。主引导我心事归向于你，在你内有光，你不舍弃我，在你内有援助，在你内有坚韧。纵然我没人心意安排，但我知道这路是为我而开。主引导我心事归向于你，在你内有光，你不舍弃我，在你内有援助，在你内有坚韧。纵然我没人轻易安排，但我知道这路是为我而开。主引导我心事归向于你，在你内有光，你不舍弃我，在你内有援助，在你内有坚韧。纵然我没人轻易安排，但我知道这路是为我而开。主引导我心事向于你，在你内有光，你不舍弃我，你内有援助，在你内有坚韧。纵然我没人轻易安排，但我知道这路是为我而开。主引导我心事归向于你，在你内有光，你不舍弃我，在你内有援助，在你内有坚韧。纵然我没人轻易安排，但我知道这路是为我而开。主引导我心事归向于你，在你内有光，你不舍弃我，在你内有援助，在你内有坚韧。纵然我没人轻易安排，但我知道这路是为我而开。上主，你护卫我的灵魂，主，你洞悉我的心，引导我迈向永生道路，引导我迈向永生的道路。
的心，引导我迈向永生道路，引导我迈向永生的道路。上主，你护卫我的灵魂，主，你洞悉我的心，引导我迈向永生道路，引导我迈向永生的道路。上主，你护卫我的灵魂，主，你洞悉我的心，引导我迈向永生道路，引导我迈向永生的道路。上主，你护卫我的灵魂，主，你洞悉我的心，引导我迈向永生道路，引导我迈向永生的道路。上主，你护卫我的灵魂，主，你洞悉我的心，引导我迈向永生道路，引导我迈向永生的道路。上主，你护卫我的灵魂，主，你洞悉我的心，引导我迈向永生道路，引导我迈向永生的道路。